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金曲歌王萧敬腾，伫25号的暗时举办着线顶的演唱会，主办单位真用心，唔但打造华丽舞台，嘛来定制着白色的钢琴。啊，萧敬腾马唱真侪条伊经典的歌曲，传送着温暖的力量。讲线顶观看人数一度是达到7500万人。 一开场就用王菲这首歌来炒热气氛，金曲歌王萧敬腾、萧敬腾线上甲歌迷见面，也毋过就算是线上演唱会，嘛是生意十足。电光舞台、超大银幕，可比是现场演唱会。看见你的期待，也看见你的无奈，那一刻，我才明白。 连这个歌曲全是爱慢慢将白色钢琴搬上舞台，自弹自唱，搭配乐团的演奏，就是要让这个线上的迷众有伫现场的感觉。亲热的想念，像淡烈的季节，还记得孤单才与你相遇。 不过萧敬腾、萧敬腾嘛讲，虽然慢慢惯势线上演出，不过无观众是一个互动，总是怪怪，真少年近距离，甲听众互动的感觉。伊毋茫讲，这个已经使赶紧解除，或者歌迷会使亲身感受歌手的舞台魅力。